看小三通伫过年前是毋是会当通咧？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王必胜是率领着团队到金门，甲金门县长杨定娥会面参详，嘛去看小三通防疫相关的业务。 好久不见。带指挥中心的团队，也将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和金门县长杨定娥见面，和县府来参详。甲伊做伙的，阁有机关署副署长曾仁祥，和外界好奇敢是小三通出现疏工。金门县政府在相关的准备上。 也已经做好准备了。杨定娥强调，金门已经把各项的防疫准备做好啊。毕竟金门的门小三通对2020年因为疫情暂停，对了减真侪大陆的观光客，嘛影响定伫两岸来往的大商。即摆指挥中心带人来到金门视察小三通的防疫业务，包括离岛的防疫令令、水头港通关的检疫作业，嘛整理这资料提供给陆委会，来当做小三通恢复的参考依据。如果 这个小三通要开启，那我们也会去模拟一些状况，哈，那包括这个从港部这边的这个相关的动线，哈，还有就是一些流程。那另外就是要看我们的这个防疫量能。小三通要复航，就是多管齐下的努力，更多的契机还是在我们台湾这一边的态度。每年农历过年都伫要到啊，小三通敢有机会顺利复航，互两岸往来恢复生机，外界拢真关心。